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有4个山友到西峦大山去露营，因为天气冷，因就去捡大茶来起火，搁伫现场烘牛排，甚至甲规个过程打起伫社群的网站来展讲因烘的牛排，袂输互台北真出名的教父牛排。结果互林务署发现来报警，因为事后4个人拢承认错误，所以是冤起诉处分。也毋过，伫国有林地违法来烧火，已经造成危险，所以因也是互罚款总共16万块。第三人用手机来起火，山友伫步旁的边仔准备家己暗灯，将规个过程欢喜分享伫社群。这个山友伫社群讲，这个拄烘好的牛排是教父的牛排。实在甲店家官方网站的相片来比看卖，两块牛排确实拢有配菜色，有几分啊相共。是讲因伫国有的林地违法来起火，又搁捡手机，公然分享伫社群，随着互林务署发现，向警方来通报。在森林区域里面不能有擅自引火的行为。经过检方的调查，原来4个山友伫2011年到南投西峦大山露营，4个人讲因为暗时温度向降低，才会捡手机起火来行烧。所窃的杂物虽然价值不到1000元，但对森林的火灾风险性相当高，因此人命共计支付16万元的缓起诉处分金。因为不是偷摕珍贵的林宝，检方获4个山友缓起诉处分。不过考虑到若是引发着火灾，可能会造成大火，所以这4个人也是要分别向公库纳4万块的处分金，总共是16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